大家好，我係馬利諾神父教會學校小學部吳偉文校長。我哋學校喺1957年咧就係創立嘅，係一所天主教嘅政府津貼小學。我哋校訓就係真理忠貞。我哋有間直屬中學嘅，就係馬利諾神父教會學校，係一所以英語為主要教學語言嘅學校。我哋每年咧係有好多嘅畢業同學咧都係直升翻去中學部嘅，咁所以我哋同中學部嘅聯繫好密切嘅。我哋除咗學業成績注重之外咧，我哋都為學生提供好多多元化活動嘅。嗱，譬如好似我哋有一個校本嘅創意教育課程啦，5個唔同年級有唔同嘅主題嘅，係訓練學生一個4心5力，讓佢哋咧就係有一個創意嘅解難能力。咁除此之外咧，我哋都好重視學生嘅品德培育㗎。我哋都會邀請中學部嘅同事過嚟咧，就係為學生舉辦一升中講座啊，或者係一升中嘅面試工作坊啦。亦都中學部嘅同學亦都為我哋小學部同學咧舉辦一啲嘅嘉年華會啊，亦都有啲嘅家長嘅講座啊等等。我哋中小學部嘅老師咧，又經常就住學生嘅中英數嘅課程裏邊咧，學生表現咧係經常有一個分析會議啦。嚟檢討翻個課程嘅設計啦，同埋就係嗰個教學策略安排嘅。我哋務求做到就係中小學部咧係12年一貫嘅教育，讓我哋學生好好裝備，適應中學嘅生活。